咱拄则听到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正式宣布，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来做伊副手。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这是郭台铭派伊的骹手人要来参选立法委员，敢有其他的计划和亲民党也有进一步的合作无？咱来听的是郭台铭核心幕僚蔡心如，下早针对这些代志，拢有详细的回答。实质的合作其实。我们大概是这个礼拜会比较明朗啦，因为我们一直听闻说宋先生大概是在这几天之内可能会宣布要参选。那原则上，如果在局势比较明朗的情况之下，我们进一步的合作才有办法继续的谈下去。那先前都还是处于一个幕僚互相接触的一个阶段。那你说能够看到一个合作的方向，其实基本上包括区域还有不分区立委，其实都是一个双方是不是有合作的一个指标。有确切的一个内容吗？确切的内容，你是指名单吗？名单的部分真的还在讨论啦。那原则上，我们的概念比较像是说，如果说郭先生他所培养的这些人才，很适合在各个这些小党来为民众来服务，那当然也是一件好事。那如果说站在一个分享人才的概念，所以包含说区域或不分区立委，都是我们一个合作可以大家去观察的一个指标啦。但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如果到时候亲民党就是这边有帮亲民党，但是民众党怎么办？民众党是不是会变成说他会有被压迫或者是消长的一个？我觉得看事情的角度可以跳脱蓝绿来这样看啊。那郭台铭先生一直强调说他是中华民国派，那中华民国有需要郭台铭的先生，有需要郭台铭先生的地方，他永远都在哦，这是他一贯以来的宗旨跟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应该是说，是不是这些政党有需要郭董的帮忙，有需要郭董人才的分享？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太会说什么去压缩到另外一个政党的空间，因为每个政党所需要的人才会不太一样。那如果说从蓝绿两边的光谱来看，大家都会认为说民众党是稍微比较偏绿一点点，亲民党比较偏蓝一点点。但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中道主流的力量，我们希望把这些力量全部都拉回到中间来。那如果说在立法院里面，大家可以把这些中道主流力量汇集起来，为台湾人民做更多事情，联合付出，为了民主，然后联合这些力量来为台湾。我想这是一件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件好事。所以目前的策略就是既跟亲民党合作，也要跟民众党合作。对，因为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子哦，因为其实当初民众党跟我们一起谈合作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就支持。那现在又有亲民党，那亲民党方面也是希望说郭董这边可不可以能够有更多的人才挹注。那当然未来的合作方向，除了在国会之外，我们当然也期待说是不是在社会方面有更多的可以一起努力的地方。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当初幕僚会接触来谈合作的一个出发点。那如果宋主席真的要出来选的话，这个郭先生会帮他站台吗？我们说过11月22号之后，就是确定有谁登记总统参选人之后，我们才会来表态。那这表态其实我们还是会把力量放在国会，不一定说一定要针对于某一个总统候选人我们去站台或者是辅选，但是当然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评估跟了解啦。那以这个郭先生跟宋先生这么20几年的好交情的情况之下，那原则上宋先生如果有需要，当然我们这边也不会排斥。那这样政党票要投谁呢？你说不，民众党？对，民众党或是亲民党。我之前已经说过，其实这些小党是我们国会的关键力量。那如果说大家基于民主机制，想要支持哪一个小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乐观其成。那原则上呢，我们希望说这些小党力量真的大家能够联合在一起，为台湾的民主来努力。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呼吁说，到底是选民要去投给民众党，或者是投给亲民党。我觉得这是民主机制，我们是必须要尊重的。但是原则上我们的态度是很清楚，就是包含了台湾维新党或者是台湾民众党以及亲民党，这些都算是我们的友军，我们的盟友。我们希望把这些小党的力量全部集结在一起，在国会发挥它最关键的力量。所以郭阵营这边的策略是比较主打是在区域立委，反而不会去推崇所谓就是所谓政党票的。
没有，区域立委我们现在郭家军就只有李静颖，然后南部就是黄允涵，就这2席。那我们现在也是全力在辅选李静颖，希望说李静颖能够在新北这个土城三峡这边能够开出红盘。那天郭董事长他也特别提到说，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政策方面能够把城3科学园区可以落实，这是我们推出的一个新的当地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政策。那这部分的确在国会上也需要去推动，所以我之前一直强调是说，如果说在国会上有愿意推动我们政策的这些立法委员，我们都是愿意支持的。传出好像初选过后，郭董初选过后，是不是有跟宋主席有见过面？国民党初选之后嘛，国民党初选之后没有见过面，因为那时候这个郭台铭先生有到国外去散散心。那根据我们幕僚所了解，就是当时应该是有透过朋友去联系，是不是可以邀请这个宋主席一起到国外来聊聊天？因为毕竟也好久没见了，那时候心情也是比较轻松，朋友之间叙叙旧也是很正常，所以那时候有做这样。但是后来因为是时间上有点搭不上，就是后来好像是宋主席要飞的时候，这个郭台铭先生就已经要回台了，所以就错过了这次的见面，2个人是没有见到面的。那宋主席透过什么管道来邀请郭台铭一起搭档的？我们没有要搭档，一直以来都没有说要郭宋配这件事情，那也没有透过管道说要2个人搭配啦。那其实是因为幕僚之间彼此都有认识哈，那对方有提到说，那宋先生有一些他新的人生规划，那可能近期之内就会明朗。那我们在国会上面是不是可以来合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启了这个整个接触还有沟通的一个流程，这样子。所以亲民党没有提，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郭宋配，但是有郭柯宋和，是这样吗？应该是说郭跟宋会合，那郭跟这个柯也会合。那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其实不管是柯或宋都是我们的朋友。那原则上他们为台湾民主也很尽心尽力，这部分是我们所认同的。我们也希望说各自发挥各自所强调或者是各自专长的力量，能够在国会上有所斩获。那原则上之前媒体有提到说是不是有郭宋配这件事情，我当天的说法是说我们所有的可能都是可能，因为11月22号最后截止日之前都还没有到，我们真的不太清楚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也听说宋主席在这个礼拜会有所动作，那如果有的话，其实我们这边也是乐观其成。所以亲民党这边从来都没有提出说希望郭宋配的这个期待。亲民党那边的态度其实一直就是他们有提到啦，就是如果当时郭先生是有想要出来参选总统的话，他们是会支持的。那时候其实可能宋先生也没有特别想到说他一定要把这张门票给谁，那他也没有主动跟我们说要把门票给我们，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在国庆日当天哦，其实郭跟宋之间的互动几乎是趋近于零。那为什么这个郭先生要特别有这样的举动，就是因为当天媒体也都在，那我们也不想让媒体认为说我们跟这个宋先生互动很密切，是为了要去拿亲民党这张门票，希望外界都不要误解，也不要给大家有做文章的空间。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有在保持距离的，但是因为彼此都是朋友，所以要联系或打通电话，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举动啦。有准备要用什么方式来支持吗？支持谁？如果宋主席要选的话。现在就等局势明朗一点才能够知道。那原则上我们是很乐观其成，就是有像宋先生这种，就是在政治上有这么努力为台湾付出的人，然后又是做实事的人，能够来参与这场选战。那原则上我们都是乐观其成的。那如果宋先生一旦出来选2020的话，这样会不会变成说你们去支持就会变得冷落了另外一方？另外一方是指？是柯主席那边。其实不会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哦，因为郭台铭先生他在这个企业上也是一个企业家，他又是中华民国派，又是中华民国最强外挂，很多政党或者是一些政坛上的朋友也都希望说郭台铭先生能够站出来支持他们。那我想我们这一股力量是不想让它溃散的，我们希望说透过各个政党、各个小党能够在国会方面能够大家一起聚集连结起来。那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大家一起来为台湾民主努力，联合这些力量
来为这个国会上来付出，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那如果说另外一边出来了，要去压制到另外一边，这也不是我们想乐见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的选票能够极大化，让这些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再扩散出去。